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中国在东突厥散最大的石油基地之一准噶尔盆地的天然气总产量已超过100亿立方米。截至1日，位于东突厥散北部准噶尔盆地的克拉美利气田历经13年，累计产气量突破100亿立方米。塔利木油田已生产116.6万吨石油和57亿立方米天然气，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3万吨石油。报道称，自2020年以来，东突厥散油田提出持续优化油气生产结构，全力建设2000万吨的现代化大气油田总体战略目标，持续做大做优做强天然气事业。除了要持续寻找新的发现、新的突破以外，还要稳定老区这块压舱石。根据天山网的数据，塔利木油田今年一直保持稳定且快速的增长，前2个月新钻了23口井，明年的产量预计将达到5100万吨。观察家强调，中国政府继续争夺东突厥散所有自然资源，对居住在该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突厥人进行种族灭绝，争夺和转移该国资源也是种族灭绝的一部分。土耳其未来党发起一项新的运动，以敦促土耳其政府对中国在东突厥散暴行作出回应。未来党当局表示，已在开塞利、宾格尔、巴特曼、埃斯基谢希尔和贝伯特等省市发起签名运动，并收集了数千个签名。土耳其的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批评土耳其政府对东突厥散问题保持沉默，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中国对东突厥散的镇压做出了反应，甚至有些国家宣布这是种族灭绝。尽管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谴责了东突厥散的悲剧，但政府的沉默引起了政党和非政府组织的愤慨。未来党当局表示，已经在土耳其的81个省收集了数千个支持东突厥散的签名，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采取行动，以制止中国对东突厥散的压迫。据土耳其媒体3月13日报道，该国警方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破获了一起加密货币诈骗案，抓获了总共119名华人，其中18人为犯罪嫌疑人，另外101人似乎被这18人强迫工作。据悉，犯罪嫌疑人在当地租了9栋别墅，设立了一个电话呼叫中心，为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提供所谓的加密货币咨询服务。这18名犯罪嫌疑人向另外101名中国公民许诺提供工作岗位，其中包括程序员、网络工程师等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后者一旦抵达工作地点即被收集护照，禁止外出，被迫为18名犯罪嫌疑人工作。报道援引警方表态称，其中2人在夜间逃离了上述建筑，随后报警。警方总共出动了100余名警力执行了此次抓捕任务。警方还透露，被甄别为受害者的人士在询问中也表示，清楚知道自己是以旅游签证入境土耳其。美方在抓捕行动中还缴获了150万里拉现金、712部手机、677枚手机卡、112台电脑以及点钞机、硬盘等物资。警方披露，犯罪嫌疑人每月向每名被迫工作的人支付约7000元人民币工资。目前18名犯罪嫌疑人中已经有6人被移交司法机关拘押，移民局也正在接手处理101名华人的非法移民问题。在北京宣布将大幅修改香港地区选举制度后，英国政府今天指出，中国不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1日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共9条，一如预期设立多项选举的候选人审查制度，并重构特选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对此，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指出，北京决定实行激进变革，以限制香港选举制度参与，进一步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拉布指称，这是模式的一部分，旨在扰乱和扼杀所有批评中国政策的声音。不到9个月内第3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他说，英国将继续捍卫香港人民，中国必须按照其法律义务行事，并尊重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哈萨克斯坦一架 AN-26型军用飞机在着陆时坠毁。据初步消息，国家安全委员会边境服务局的一架飞机在阿拉木图机场附近坠毁。声明中说，这架飞机的飞行航线为努尔苏达阿拉木图。这架军用运输机在实施紧急降落后起火，机上共有6人，其中4人遇难，2人被送往医院救治。